我發現咗咧，原來 Vivo 手機裏邊嘅繪圖程式咧，係加咗 AI 之後咧，係好方便嘅，甚至係比其他嗰啲專用嘅 AI 修圖程式咧係方便好多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哋示範一下。咁首先你揀編輯啦，然之後揀 AI 消除，咁就可以揀嗰個手動消除啦，較啲大細啲嘅消除範圍，然之後咧就喺圖裏邊咧係抹除翻嗰個水印啦。咁就可以幫你消除咗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就可以揀確認啦，就可以做一份保存備用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就可以揀編輯啦，然之後再揀裏邊其中嘅構圖。構圖裏邊咧有兩樣功能係好用嘅，其中第一樣咧就係嗰個剪裁，我哋可以咧係將佢嗰個部分進行剪裁，但係由於呢幅相本身已經係嗰個主題係好大啦，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再進行剪裁啦，我哋直接可以用一個 AI 擴圖。咁嗰個畫布咧，你就可以任意將個畫布放大，保留翻個主體嘅大小。咁我哋可以調整呢度啦，可以你上去究竟你要將呢幅畫呢個畫布咧係擴大到幾多位置？咁我哋就可以揀你適中嘅位置啦。咁其中vivo 手機裏邊呢個 AI 編輯功能咧，最比其他嘅 AI 擴圖咧，最大嘅好處就係話，佢可以咧係重新調整嗰個主體響你呢一個構圖裏邊嘅位置啊。而其他 AI 嘅擴圖功能咧，係唔提供呢個功能嘅。我暫時所用嘅都係唔提供呢個功能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就可以用呢個嚟做到啦。咁當你重新定到佢嗰個位置之後咧，你就可以進行一個開始擴圖。咁由於 AI 嗰度咧，佢係冇提示詞㗎，所以咧佢係隨機生成，由 AI 決定自己生成嗰個空白部分。咁所以有陣時候咧，未必能夠一次達到你滿意嘅效果。咁你就要不斷去刷圖啦，令到咧佢生成出你要嗰個效果出嚟啦。嗱，咁而家咧佢就已經生成完畢啦。咁如果你覺得滿意嘅話咧，就可以撳一剔；唔滿意嘅咧，就係撳恢復。撳一剔之後咧，咁咪就係進行保存，就可以將你幅圖咧係傳落去你個相簿裏邊啦。咁今日咧就介紹到呢度為止啦，拜拜。